风花雪月，无益实际生活。食饮玩乐，有碍前途事业。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你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一去着赢你哦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赢着快乐，赢你哦，赢你哦，毋惊失败赢你哦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你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我知你伫咧等家日子过了无好，毋过我实在想无咧，你当初是安怎要叫我代志着？我听阮阿爸讲过，当年恁阿母害恁大家落体，我在想，伊毋知将较早的怨恨拢发伫你身上无？好啊，袂好，莫阁讲遮个代志啊啦。假使讲阮大家也真正要安尼做，我这做是袂过当安怎是？我即马上烦恼的毋是我家己，我即马上烦恼的是我的阿伯，你的阿爸。我总袂用互恁阿爸一世人拢倒位食，那安尼我不但对不起伊嘛，我嘛对不起你啊。美娟姐啊，你实在足善良的。我相信，阮阿爸为着你，一定会足紧就精神啊！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。阿梅啊，恁阿爸互你顾，我要出来去哈。阿嬷，啊你是要去倒啦？哎，免问遐多啦。哦，对啦，我会较晚转来，啊，恁若腹肚枵吼，恁才家己去食，唔免等我吼。啊，我来去。这位先生，咱借问咧，遮毋知有在拆这贴药啊无吼？有啊，啊你哪知这贴药啊？都人甲我报的啦。听讲这贴药啊，专门在治阮昏迷不醒的人是无？系啊，但这贴药足贵的呢。贵无要紧啦，人会好上要紧。无麻烦你甲我贴几贴吧，好无？好啊，无你稍等者吼。多谢吼，多谢。这贴药是啥要食？是我的后生啦。你的后生哦？若昏迷不醒？都行路无顺，伫跋倒啦。跋倒去哦？看你的年纪都，恁后生应当是袂少岁啊，哪会去行到跋倒去？又是你哦！哎，阿三，
好啊咧哈。无伫个啦，伊咧大院啦。哈，大院？是安怎好人哪会去大院？我煞毋知影讲伫厝诶跋一倒，怎安尼吼，昏迷无精神啦。这严重哦！我想伊住倒一间，我来看一下。你要去来看哦？嘿。国良啊，无你等我药仔全好，再甲我斗阵来去好无？药啊？我想病有医生，也有药仔得食，你搁菜搁创药啊？煞毋知影西医吼，安尼药也食，嘛吃住啊，这么久拢还袂精神，我毋知想讲吼，有人报偏方啦，我想互试看卖者啦。我想你创这草药去病院，医生敢要啉？我就是烦恼讲吼，万一赶去医生毋法摕入去，我毋知想讲，拜托你甲我斗3工。安尼好啦，无我转来甲阮某讲啥，咱再同齐来。好，我先来吼，我随来啦。我等你吼。好，随来啊。陈建昌，你若想要去看阿福啊，你就去啦，我袂甲你阻挡啦。你毋免遐尔啊可怜，一个中风的人哦，搁戆戆个徛伫遮等。顺续甲你的查某囝讲，我袂走去病院哦，去闹啊，嘛袂去怀疑你啦。假使我若要闹要怀疑哦，你昨暗去病院的时阵，我就会当甲你掠转来啊。你毋免用迄种眼神甲我看啦。伫咧我的目睭内哦，真正无血无目屎的人哦，是你陈建昌，毋是我曲淑珍啦。已经准备好啊！你是咧无用啥啦？迄是你的囝啊，甲你的媳妇煮互你食的啦，毋是煮互我食的啦。人之中有讲哦，讲这饭菜吼是要煮互咱两个人食的呢。我毋敢想象啦。你你就是安尼想袂开啦，毋敢甲你艰苦尔，连迄两个囡仔吼嘛无好日子通啊过啦。我知啦，你对我吼有真侪怨言啦。不过你若有啥物不满，你针对我一个人就好，莫甲规个气吼拢出在迄两个囡仔的身上啦。你啊，你嘛要替因小想一下，因两个当下结婚无偌久尔，你昨晚都发生这样一个代志。咱做时代，应该爱甲伊安慰、鼓励，唔听着，唔通增加因的负担啦。我知啊，我嘛承认啊，我少年的时阵哦，较无捌代志，我对你嘛亏欠真济。然过，我已经食到这么济岁啊。我真摆敢若毋望讲剧中甲美馆莫亲像咱两个安尼啦。我希望因会当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。较早我亏欠你，就算讲我这世人我无法饶幸你，我嘛会叫美馆好好啊友好你，替我弥补你啊。你无讲吼，我就无生气啦。你愈讲我就愈生气哈。陈建昌啊，你敢会感觉讲吼，我足可怜的哈？你想要好好啊过日子啊，我就爱配合你。你想要去外口偷食吼，嫌我顶就甲我等在边仔啦。你即马年岁大吼，会晓想啊啦。
你着颠倒来怪我，怪我伫无理取闹哦。我甲你讲啦，美观甲志忠哦，绝对袂甲咱同款啦。因为志忠哦，真疼惜美观啦。假使吼，你若有志忠对待美观的一半来对待我吼，咱就袂变到吼今仔日这款的地步啊。伊哥会感觉讲吼，你会亏欠我，想要叫你的查某囝来弥补。但建昌，是安怎伫你身躯边的查某拢遐尔啊可怜啊？因拢爱为了你的自私吼，害因一世人拢受拖磨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我拢看破啦，我嘛无需要弥补啊，因为我甲恁兜吼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你若看袂惯是吼，我对你的查某囝的态度吼，你就甲我当作我伫起笑啦。规定啊，我伫你的心目中吼，本来就是一个笑的。第一名戏出大遐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恁继续捧场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遐厝，赞！呀哩哟，呀哩哟，有一刻着呀哩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恁厝管遐啥物件啊？迄要别人食。要互病人食，病人即摆佫袂使食物件啊。无啦，是要互顾病人的人食的啦。对，顾病人，我减讲一字，是要顾病人的。啊无我等摕药过来互伊食。好，多谢多谢。阿三，去创啥？我知。阿嬷，你是要创啥互阿爸食？偏软啦，姨妈，是啥物偏软啦？青草啊啦。青草啊？姨妈，你即摆食西药，你阁有食青草啊？是啊，阿嬷，你草药含西药斗阵食，安尼敢好？哪会唔好？咱对面迄个太太较报应呢。伊讲吼，伊有一个亲情，就是出车祸像阿福安尼魂袂不醒呢，多个外个，结果吼食这落去睡精神呢。姨妈，你即摆后白食这青草啊？伊身躯的药要安怎？暂时停起来莫食。唔好啦，到时候医生知影，就是要安怎啦？哎呀，无恁两个是咧安怎啦？一句来一句去。但阿福啊是我的囝，敢讲我会去害阿福啊心？紧来，外口讲。好，我出。唔通互你来吼。我知。小姐，你即马要怎？这药是要病人食啊。病人，我才饲就好啦，好无？毋过我帮你血压呢。伊即无方便啦。无方便，有啥无方便？伊咧放尿，即安尼歹看啦。无你等下才来啦，好无？哦，等下才来。阿三啊，是饲好的啦。好啊。好的吼。拄食诶，护士拼过来，刚才我冻了的。好了啊。嘿。即摆经过陪我转来去传药啊，用暗的药啊吼，阿福啊爱搁食。哦。好。阿梅啊，你若把顾的好势哈，我来转啊哈。好。哎呦，阿妈哪安尼啦？死过听人报的什么偏方啦？姨妈，你不要后壁食，咱嘛无法度甲走动啊。李管事啊，无咱来问医生看卖，看迄摕迄草药啊，互病人食，安尼好无？医生哦。暂时莫问好啊啦。姨妈嘛是烦恼后壁伫到即摆还袂精神才安尼做。事实上，后壁厝开刀到即摆嘛一直咧昏迷啊，药我已经食遐尔济啊，从姨妈试看卖啊，无得较有效啊。
总经理，我看时间差不多啊咧，我该当下班啊。哈？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阮某就伫咧病院照顾阮阿伯啊，我赶转去吼做饭，互阮阿爸甲阿母食。你阁会晓煮饭哦？我毋但会晓，我阁足厉害的哦。恁某做幸福的哦，嫁互你这个贤惠查甫人。总经理，你莫甲踢笑啊！啊对吼，你讲到煮饭，我才感觉巴肚做枵的。志良，你甲因替我煮一顿饭。你放心啦，我互你转去啊，做一个人食就好。志良，我冰箱内底吼，加卵和饭，这是毋是足简单的？你是讲炒饭哦？这足简单的啊，我5分钟就炒好势啊。你等我去炒你食，吼。安尼我入去内底换衫，确定吼出来食你做的炒饭。好。对。总经理，我饭炒好啊呢。看起来那最好食的，志良，你嘛知啊？哦，对对对。总经理，你紧食。志良，真正最好食的呢，你手艺真正最好的哦。你嘛食就水。将。平厝哦，我是我家己一个人住伫遮，我食饭无是伫咧外口。今日你替我煮一顿饭，我有这种厝内温暖。你要紧无？我倒一杯茶互你啉。无紧无紧，见着尔。志良，你敢真正这么赶紧要回去？志良，你留下陪我开讲好不好？7点钟就好了。第一名戏出大下厝，感谢你的收看甲支持，希望你继续行情。拜一到拜五中昼12点，大下厝。有一刻着赢你哟，幸福赢着才苦了苦。喂，喂，阿母。市长哦，什么代志啊？我啥啦？紧讲啦！阿母，暗时啊吼，我爱加班啦，所以我就无要转来食暗顿啊。爱饭菜吼，我拢。喂，阿母。
这中我甲你留来加班，你也无欢喜哦？无啦，你敢若做惊你阿母的？毋是惊啦。伊虽然毋是生我的阿母，按过伊甲我饲到遮大汉，毋过安怎讲，我有孝伊嘛是应该的。恁老母有这种后生哦，嘛算好命。咱莫阁讲恁阿母啊啦，大家讲到恁阿母哦，你心情都无好。咱来啉酒好无？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，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